國軍今日宣布，漢光42號電腦兵推對這一開始會進行14天，甲重點放佇咧鋪設地帶侵擾。解放軍由演練轉做攻擊威脅，會甲國際衝突經驗列入去內面。另外，陸軍配合測試舉行的台灣國際模型公開賽，今仔日要出動衛兵號的阿帕奇直升機、烏鷹直升機，演練歇落來佇咧逢甲大海運動場，非常的聲人目。運動場飛起桃粉阿帕奇攻擊直升機，飛到台中的逢甲大學校園，吸引學生的眼光。陸軍配合測試的台灣國際模型公開賽，出動阿帕奇直升機、烏鷹直升機，換新版的免後彩繪進行無人起降，這也是阿帕奇頭一擺在台中出現。蠻興奮的，因為其實很少會有直升機有機會降到學校的操場這樣。主要是攻擊反戰車，然後還有對於地面的目標進行打擊。另外，國軍驗證高戰備目標，宣布漢光42號電腦兵推會於21到20時舉行，展開長14至13暝的兵棋對抗演練，假設強軍敵情威脅，為無清楚地帶手段到由演轉戰，國軍要安怎動員整備物資分屯，聯合防空所討驗指揮官作戰指導，用兵決策。軍儀成軍的 M1A2 體戰車，國軍接裝無人機等新式武器，攏會立佇演習的加設設計。另外，這擺兵推也學習國際經驗，到2米以衝突。美軍對委內瑞拉絕對決心行動，國軍要救出強化炸藥武警。包括有聯合勤監偵的重要性，還有如何反制電磁的干擾，以及反制無人機，還有重要軍事設施，包括電力，還有它韌性的防衛，以及聯合防空的分層接戰。共軍初一對台發動聯合戰備警巡，初二繼續交代國防部偵測共機25架次，共南9架甲公務船2架出海，其中有16架次共機超過海峽中線外界檢判，可能反制美國參議員訪問團訪台。我們不會去揣測它的一個政治訊號，因為國軍對於共軍每一次的灰色地帶襲擾，都是以非常嚴肅的態度在應對的。I have a bill that I'm proposing where Congress once again codify those 6 assurances are all very important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. 當日訪問台灣的美國參議員鄺世紘展現挺台的力度，那宣布要提案將美國對台灣6項保證立法，也甲共黨的克魯茲、甲民主黨籍的莫克利、鄭安迪跨黨派聯手提出2026台灣拿鐵法案，將對中國佇全球範圍內孤立台灣。這個法案設立拿小無人機工作小組，協助台灣脫離中國供應鏈，加強台灣無人機開發，深化台美國防合作。記者綜合報道。